议员李定国表示，伫个全台22个县市，只有台南的路边停车收费要收到暗时10点，而且嘛无其他县市按照次数收费。议员以利用公网中华区画设路边停车收费计划为例，原本无收费的时，车停甲满满，现在收费以后，车拢刷去别位。对此，议员认为收费的方法是不是有必要来检讨？二王公墓湿地重划，我们忠孝路的部分，可能因为整条路弯弯曲曲，很多的转角可能停放了很多的车辆，可能影响到别人的视线，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做法并不是说在我们的转角处画设红线，让他们不要再停那个位置，因为那边可能当初都没有很多的管制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交通局的做法是整条沿线全部画设收费停车格。路边停车要收费之前，其实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相关的这个民意代表或者是里长或者是区长来做相关的沟通，所以有可能是在您刚提到忠孝路的这一段，或许前置的这个沟通作业还不够完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改进。收费14个小时，从8点到晚上10点是14个小时，对，这我们比别人大概多1/13或1/12。是，但是我们的费率你可以看到，有的1小时50元、60元、100元的都有，我们最高是1小时30元。所以我承诺你，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去检讨我们的收费区间，还有收费费率。那最重要是希望说车子停了就走，而不是希望说那个变成它的专属停车位。除了停车收费的问题，另外议员嘛关心民众临时停车，伫个无违规的状况，结果被店家报警，影响出入，警方马上透过监理系统来通知车主。议员认为，安尼是不是符合规定？对此，警察局长回应：警方协调，符合民众的期待，嘛是一种的为民服务。台南新闻引根刘品言采访报道。